美国政府压制大型科技公司，昨搁再去告苹果公司，讲因的手机独占市场，赚$9000亿。美国麻州病院宣告讲，成功加紧改造治疗子，手术换去药子病病人体内是全世界第一例。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台。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战超过5个月啊！美国即马立场嘛大甲真硬，提案马上停火、放出人质，等待联合国的安理会讨论。不过以色列媒体是认为讲，这提案应该是无可能的通过。一大堆以色列的民众是走喺伫耶路撒冷旧城区上新城的靠墙的头前，拿念经、拿祈祷，希望互哈马斯放弃。目前，搁伫加沙的亲人会当较早互放转来。自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南部发动恐怖攻击，引起军对加沙强烈进攻以来，双方的死伤是一直增加。根据哈马斯的讲法，超过32000个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的讲法是已经拍死哈马斯的战士13000多个人，伊个军警死亡有655个人，除了人命和厝者性命财产的损失，加沙伫以军的封锁之下，流失啉的水和药都欠甲真严重。虽然有各方对空中空投救援物资，但各制组织认为讲这是无够来解决人道危机。We ask Israel to open more crossings and accelerate the entry and delivery of water, food, medical supplies, and other humanitarian aid into and within Gaza. 针对化解中东的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礼拜是开始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第6摆的中东行程。上会结束，在等真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除了呼吁各方支持美国提出的停火方案，嘛要求以色列暂时卖对加沙南部大城拉发进攻。A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 in Rafah would be a mistake, something we don't support, and it's also not necessary to deal with Hamas, which is necessary. 虽然讲美国和过去的立场无同，主张加沙应该随停火，互搁较侪人道救援物资入去，但即摆提到安理会讨论的草案，甲要求哈马斯放人质和停火包起来做伙处理。另外，草案内面讲停火的期限是6礼拜。以色列有名的网络媒体《以色列时报》因联合国外交科的意见讲，美方的提案伫安理会过关的可能性真低。公司新闻请教任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警，日本熊本透早发生街头杀人的事件，一个29岁查甫人举菜刀伫商店街咧乱抬，造成3个人吊伤送医，被警察当场逮捕。朝鲜日报，南韩一只化学船，敢若是因为海洋受大，伫咧日本的近海病变，船顶11个人，包括船长有9个人死亡，1个失踪，船1个活命。Times 报道，英国官方统计，因国内因为压力造成生活无法度自理的人，3年来就加超过100万人，其中有半数的人拢受到心理病折磨。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名牌亚马仕上界出名的宝剑卡棒，因为要求讲这是爱开了有够侪贵客才会使买，即马是去互消费者集体控告。最后尾是华盛顿邮报海地继续报道，乌道是直接冲入去外国的大使馆，告高级的社区攻击。局势混乱到美国这边已经调直升机开始撤侨。继续嘛是来看到美国政府继续压制大型的科技公司，包括讲正前的 Google 甲 Amazon。今仔日是第3届去指控苹果公司，讲因做手机独占市场，丢关价比压倒其他的对手。这消息一个出来，苹果公司的股价嘛随落超过4%，损失超过3条5000亿台票。3月2日，美国司法部甲10个州和地区检察长对苹果提起诉讼，指控这间 iPhone 制造商独占智慧手机的市场，伤害较细间的竞争对手，也有扣关绩效，提出苹果公司所采取的反竞争措施，包括苹果限制第三方数位钱包，也有减弱唔是苹果制造的智慧手表的功能，甲有广泛功能的应用程式关起来，压制行动云端串流服务等等。根据媒体报道，苹果应用商店嘛可能加做诉讼的一部分。这在
案是美国司法部伫过去14天来第3摆起诉苹果违反竞争法，不过却是第1摆指控苹果非法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的案件。Apple charges as much as nearly $1,600 for an iPhone. But as our complaint alleges, Apple has maintained monopoly power in the smartphone market not simply by staying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but by violating federal antitrust law. Consumers should not have to pay higher prices because companies break the law. 消息传出来了后，苹果股价利益落4.1%，来到171.37美金。苹果今年利率是落到11%。也针对这件案件，苹果否认美国政府的指控，并且表示讲诉讼若是成功，会阻碍苹果为消费者提供软硬体甲服务的技术能力，扩大政府控制科技发展的力量。事实上，司法部已经起诉Google独占，也联邦贸易委员会嘛针对竞争法起诉Meta平台甲亚马逊。I don't want to say this, but I think part of this is political. I think before the election comes up, they want to have a case almost against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有消费者认为讲苹果是要趁钱，若无介意会当买买。不过嘛有人认为讲手机啊遮尔贵有够咸，也这阵诉讼若是成功，可能会致使苹果面临大笔的罚款，并且改变因的商业模式。另外一方面，21暗时，苹果上海静安零售店开幕，执行长库克是亲身迎接支持者，现场热闹滚滚。静安零售店是规模排伫咧纽约全球苹果专卖店，全球第2大，亚洲排第1。公司新闻新六八编译。那讲到美国人，因是真爱食迄种人已经备好的冷冻虾仁。这冷冻虾仁其中有4成是自印度来进口。不过最近，到美联社记者去当地来采访，却发现到当地有环境污染、甲白色劳工的问题。位于东南部瓦明加拉湾的安德拉省是印度上大的青虾产地。对空中看落去，青色的田，四界拢在看到大型的青虾池。实际来到一寡饲虾池的所在地，乔纳拉加鲁村，空气偏偏是真臭，溪仔水也因为污染无得啉。更加害是这大型真老的饲虾池内底有毒的草酰、化合物，也有抗生素，或这农地拢无多种植。农民为了组织一项占地57英亩的虾仔类处理加冷冻储存工厂开发案，所发起的示威抗议，要人拍甲真严重，立刻，但至最后也无结果。కెనాల్ డ్రైన్స్ ఈ ఫ్యాక్టరీ నుంచి కిందకి వెళ్ళి ఇవన్నీ మూసేశారు మొత్తం. ఇప్పుడు ఇరిగేషన్ డ్రైన్ కానీ లేకపోతే మురికి నీళ్ళు వెళ్ళి కానీ మూసేయటం వల్ల మొత్తం ఈ ఆయకట్లో కొన్ని వందల ఎకరాలు పంటలు పండట్లేదు. ఇప్పుడు ఒక దాళవ మాత్రమే పండుతుంది, సారవ పండట్లేదు. 也伫即个头拉里有区的饲虾处理工厂，表示有耐卡提海鲜公司的货车，有来一箱搁一箱的虾仔。美联社记者的镜头翕到这妇女，徛伫工作台头前，敢若少数几个仔有带一个塑胶手套，大部分拢是空手来处理规堆的冷冻虾仔。10点钟长时间的工作，一工的薪水也无够4块美金。遮尔少的薪水，每工也会予招工人来工作的人25美分的中人钱。 And so it's a really terrible situation, just so that we can have the convenience of having pre-peeled shrimp. 青虾处理工厂附近公立病院的皮肤科医师讲，每工拢有4、5个被虾的工人因为手骨的问题来看医生，有的是破皮鼻气引起的真菌的感染，有的是冻疮，上较严重的，有的人是必须爱甲这个手指头啊锯掉。 You have workers, traditionall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are working very long hours in pretty terrible conditions for very low pay to peel these shrimps. And it can be very damaging to their health. And a lot of the workers are also there under threats of violence against either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冷冻无靠青虾仁是美国销上好的海鲜食品。 平均每人每年食超过5磅的虾仁，也来印度虾的市场占有率有4成。去年联邦食品甲药物管理局验出抗生素的51批进口虾仔内底37批拢是印度产品。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人若不幸有腰子病，上界痛苦的是一世人就爱洗腰子。即马嘛有真侪研究讲用猪的腰子换去人的身躯顶，解决这个问题，这敢有法度咧？ 咱来看美国，因就宣告讲完成世界上第一个换猪腰子的手术。那讲到这个腰子病末期的病人，进前就已经换过一粒腰子啊，不过才过5年尔，这粒新腰子就搁败去，所以今年才会搁继续接受这医生的建议换猪腰子。
那事实上，咱人要换这猪的器官，上主要的当然是基因要有接近。英国就捌换过猪心换猪腰子的案例，不过最后拢失败。即马医生为了要互这粒猪腰子下到咱人来用，是经过69届基因改造，讲上无会当当2年以上。虽然目前效果好歹，咱也唔知。不过对腰子病患者来讲，确实是等到一线生机。So we announced today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pig gene-edited kidney transplanted into a human living being. This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ransplantation. 记者会了后，参加手术的主治医生欢喜讲起，这个动物的腰子成功移植去人体手术。过去要做内脏的移植手术，要经过各种比对，符合所有条件才会当手术。这个病的病人史莱曼今年62岁，为2011年因为腰子的疾病开始洗腰子，2018年接受人类的腰子移植了后，再过5冬腰子又搁衰竭，又搁开始洗腰子。今年患者互医生诊断是腰子病的末期了后，就建议移植猪的腰子。手术是隆重用4点钟完成。And we chose what's called the Yucatan mini pig. This is a pig that's fully grown is about 150 pounds. And the reason we chose it is that fully grown, the organs are correctly sized to match with humans. 病院表示，要移植的猪腰子拢总改造69个基因，去除对人体有害基因，避免对人体产生排斥反应。到时阵嘛，消灭有可能传染予人类的猪的病毒。医疗团队搁捌用这款猪腰子移植去狗的体内，其中上成功的病例活超过2冬。另外，病人嘛爱用药厂开发的刺激药物，防止免疫系统排斥猪腰子。Upon restoration of blood flow into the kidneys, the kidney picked up immediately and started to make urine. When we saw the first urine output, everyone in the operating room burst in applause. 这嘛是全球头一个成功甲动物腰子移植去人体病例，过去有2个猪的心脏移植去人体病例，虽然手术成功了，也毋过病人拢伫手术了后2个月内死亡。CNN 报道，美国平均每一天有17人因为等待移植器官死亡，其中上欠缺的器官就是腰子。等待换腰子的人有将近89000人，则只有27000粒腰子会当移植。这个成功病例嘛，互全球等待换腰子的患者看到希望。恭喜新闻台视同朋友。你敢知影讲世界上老的陆地动物即马是几岁啊？是一只192岁绿龟。这只绿龟嘛比其他共种的龟平均活150岁活较久。传说当中啊，伊是1882年的时阵，去互人送去法国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而且死亡时已经超过50岁啊。那是一路经过美国的南北战争、英国的 Victoria 时代。佮接待过真侪大官甲大总督，今年4月，伊就要做192岁生日。专门咧照顾伊的医生讲，虽然这只龟目睭已经看无，不过伊的身体依然是真勇敢，要活到300岁应该是无问题。面对镜头真自在，一点仔都唔惊人。看这只大只龟乔纳森动作真慢，表情真自然。伊是已经活至少192年，是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世界上老的陆地动物的龟。Jonathan is a enigmatic tortoise, I would say. But I mean, I'm sure that there are other enigmatic tortoises around the world. But I think because he's 192 now, he's caught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And if you come to St. Helena, people usually know 2 things: Jonathan the tortoise and Napoleon Bonaparte. 乔纳森听讲是伫132年生出来，不过实际年份有可能搁较早。伊是一只塞西尔大只龟，这种龟平均的寿命是150岁。乔纳森已经超过啊！这只长寿龟住伫英国海外领土圣赫勒拿岛，也就是法国前统治者拿破仑生前最后的流放地。伊历年来接待过袂少大官头人，包括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甲菲利普亲王。伊虽然真侪岁数，皮毛味也够白来种。不过胃口也是真好。He eats everything: carrots, apples, lettuce. He loves lettuce. Bananas are his absolute favourite. Any sort of soft fruit that's around. 为了让乔纳森活更较长岁数，照顾者真注重伊的饮食平衡，希望伊健康迎接200岁。世卫士评估，乔纳森的身体状况良好，活到300岁毋是无可能。
另外一项甲生态有关的好消息是，保育学家伫玻利维亚发现面临绝种的目镜鸻，数量有增加的趋势。研究人员伫当地一个毋捌发现过目镜鸻的所在架设含星摄影机，结果翕到几多只的目镜鸻伫镜头前行踏。Hime has around 60 individuals that she is able to identify by their facial markings from the camera traps. 目镜鸻本来是伫南美洲才有，伊是英国出名囡仔册波林顿鸻的灵感来源，因为生做真古水，阁真有礼貌，大人囡仔拢真喜意。啊，毋过目镜鸻伊的生存其实有危机，真侪年来因为生态地失去拍拉，啊，阁有气候变迁，互因的数量大大减少。即摆发现新的鸻店，保育人士真欢喜。啊，毋过嘛警告，目镜鸻灭种的威胁也是伫哩。若做生存环境无改善，到2030年，因的数量恐惊还会减少30%。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海底大鲨鱼，咱拢敢若伫咧电影内底才看有到。这种代志有人甲叫做“安那鲨鱼”的大鲨鱼。美国有科学家伫伊的身躯顶装摄影机，想要来了解伊过冬潜水的过程。伫咧这3个月内底，这只大鲨鱼就对美国的东海一路收集到墨西哥湾。这规个程度是超过3200公里。去年12月初8，美国南卡州的运动电器公司发现大白鲨，李贝斯上交赶紧联络合作的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协会，伪装定位标签，各用上新的科技，互因家做这海域第一只装亲像 GoPro 摄影镜头的鲨鱼。随去3个月，记录李贝斯受3200公里，互科学家拢真惊喜。Has moved the furthest west into the Gulf of Mexico any white shark's ever been tracked. So she has certainly made shark science history. 李贝斯差不多20多岁，身长超过4公尺，体重差不多1300公斤。这当天，伊为美东海峡向南驶过佛罗里达州，进入墨西哥湾活动。2月底，佮向西3月底到墨西哥湾的海峡，然后开始向东转来。按算今年大天，就会转到美国东北部，或者是加拿大海峡。科学家过去伫密西西比河较西边，真少发现鲨鱼出现。李贝斯的行奇之路开创新的可能，加上摄影机记录规工活动，对相关研究是真重要。Because it gave us the first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a white shark in their overwintering habitat ever. So it's a conservation success story. It's really encouraging to see. And what we're seeing with white sharks like Lee Beth now is that they are kind of coming back into the range we know they historically occupied. 大白鲨因为掠过头，1997年被列入保育物种，这几年靠国际合作，数量才豆豆回。专家认为大西洋海拔逐渐增加，也真有帮助。科学家伫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海峡已经对300多只鲨鱼装追踪标签，想要了解因的活动习惯。李贝斯团回数据比其他鲨鱼更较侪，也互科学家得到更较侪信心。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根据联合国的评估，只要拿地球温度升超过1.5度，到2050年时，全世界9成的山荦达会死亡。外国有一间专门咧饲山荦的公司，是透过专业控制，饲出一种生长速度会当经50倍的山荦。今仔伫咧澳洲，是有科学家饲山荦食迄种高油脂的物件，互山荦会当增加体力，解决破病甲便秘的问题。先将山蚵切做一块一块细细块，然后用加水淋伫这细盘仔顶头，再搁把这山蚵放入去水箱内面饲。这间叫做山蚵生命农场的公司，是专门伫陆地用人工来饲山蚵的公司。因会研究每一种山蚵上适合生长的条件，透过控制水箱的环境，就会当培养出适应力更较强、更较有法度对抗气候变迁的山蚵。We can control the temperatures and the light intensity, the waves, so we're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make the coral more stronger than normal. 等到水箱内面的山蚵饲甲小可较大地了后，就会另外甲因亲像插头共款，插入去这个装置内面，再搁放转去水箱内继续饲。公司的人讲，这个装置是因的秘密武器，透过这种方式，会当让山蚵生长的速度增加50倍。
事实上，这间宣俄生命农场在2023年就已经将3万个因伫陆地所饲的宣俄放伫加勒比海的海底，帮助宣俄重新伫自然环境当中活跃。今年会继续伫阿拉比湾的海底放因新饲的宣俄，而且这间公司佫推出真特别的宣俄认养计划，予一般民众来参加。I have my adoption certificate here, which shows the microfragment that I recently adopted. Here is a picture of that microfragment growing in the tub. 甲镜头转到澳洲，大家拢知影澳洲的大宝岛是全世界上大的宣俄岛生态系统，但是因为海水暖化，大宝岛即马面临严重的宣俄白化的问题。澳洲的科学家想出一种新的方法，就亲像咱人食补品共款。科学家饲宣俄食一寡高油脂的物件，透过补充营养来改善宣俄的体质，互因会当对抗高温的威胁。记者甘美恁编译。那讲到自由畅水，即马是伫全世界愈来愈流行。这种畅水爱紧开伫只畅利水底无炸上诉管。有专家是咧研究这种畅水方式有互人放轻松、透放压力的效果。伫咧以色列就畅水的教练咧教这种自由畅水。嘛，帮助真侪受到哈马斯恐怖攻击的受害者行出创伤，搁再展现笑容。伫澳洲西部城市博斯的海边，一群人当咧对畅水教练学自由畅水的方法。这种自由畅水甲一般身躯排一罐酸素的畅水方式无同，是爱大大吸一口气了后，直接畅入去水底，看一摆进气会当畅水畅到偌深的所在，维持偌久的时间。If you're holding your breath, you can actually sense or hear your own heartbeat, but really very little else. It's quite quiet. 畅水教练塔尼亚以伊本身的经验，发现这种自由畅水对减轻精神的压力，甚至是治疗心理的创伤有真大的帮助。所以，伊5年前开始推出自由畅水治疗法，吸引真侪人来参加。即马伫澳洲愈来愈受到欢迎。It's really hard for me to relax on land. I tried a lot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nd everything, and it just doesn't work for me. And underwater, as soon as the water hits my face, I just start being relaxed. 甲镜头转到以色列，伫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共款有一群人伫练习自由畅水。不过，这个人的身份真特殊，因为因拢是2023年哈马斯恐怖攻击事件的受害者。2023年10月7号到8号，哈马斯成员冲入去以色列南部的城镇，真侪居民唔是去用抬死，就是去用掠去做人质。一寡幸运活落来的人来到艾拉特避难，当地的畅水教练就发起一个活动，教这逃过恐怖攻击的人，透过学自由畅水来释放心内的惊吓甲痛苦。שהריאות מתכווצות והשרעפת כואבת והגרון חנוק לגמרי. האצבעות נתפסות ברגליים בכל היום הזה של השביעי והשמיני באוקטובר גם, ולעלות חזרה למעלה ולקחת אוויר מחדש. מרפא. 经过几个月练习自由畅水了后，这恐怖攻击的受害者，有的人暗时总算会当困了较好，有的人重新展现笑容。畅水教练看到这个转变，感觉非常感动，希望受害者会当早一日走出过去的创伤。记者甘美恁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坚，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